Hello，大家好啊！港泰星品提案分享呢組，因為帶大家嚟到港泰站星海提案，係一個實面積481尺，間隔係開放式廚房嘅兩房單位。呢個單位仲可以望到開揚嘅山景同埋內園景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我哋今日睇嘅單位位於屋苑嘅2座，實用面積481尺，單位望到開揚嘅山景同埋內園景。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另一邊可擺放2人餐台。廚房係開放式嘅設計，廚房保養新淨，除咗附設雪櫃、洗衣機，仲附設咗 Miele 嘅焗爐、抽油煙機同埋煮食爐。而門口入嚟嘅位置有擺放儲物嘅櫃。穿過小走廊，我哋嚟到洗手間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附設浴室寶，係用浴缸嘅。兩間睡房同客廳一樣，望一樣嘅景觀。間隔乾淨，可擺放單人床，旁邊嘅位置可以做置頂嘅衣櫃。主人房面積寬敞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同埋做到入牆置頂嘅大衣櫃之外，主人房另設獨立嘅露台。